我哋扶輪社咧每年咧做好多慈善項目，亦都幫助社會上唔同界別嘅人。今次同呢班學生接觸得到咧，佢哋對呢個運動非常之積極，所以我哋覺得應該幫助佢哋。中星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嘅扶少團呢，就係喺我做港城西北扶輪社2020年嗰時成立嘅。嗰時我哋嘅原意係希望將港城西北扶輪社社會服務嘅精神同埋知識係分享俾中學生，從而係希望喺佢哋個人生學習階段上面咧係得到更多嘅啟發。Tony， 記唔記得我哋呢個遙控帆船呢個運動，我哋幾時到帶入嚟啊？我知道 Boris 喺遙控帆船度都擺咗好多心機，好多年啊！我諗都起碼3、4年啦，係咪啊？差唔多啦，咁其實都係我哋3、4年前開始成立個會，希望聚集到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去玩嘅，咁亦都將個運動推展到去學校嘅層面，咁希望咧能夠聚集到一啲中學生，多啲人去參與嘅。咁適逢其會就因為有個全運會嘅項目，咁而啲學生亦都能夠取得運動員資格去參加到呢個運動咯。都好佩服你啊！即係喺呢個運動擺咗好多心機，其實由一個遊戲開始能夠帶動到呢個咁樣嘅熱潮，去到今日運動，而去到全運會係好唔簡單。而家你遇到嘅運動員，希望佢哋越強越強啦。對你哋運動員好有期望，對我哋嘅扶輪扶青運動員亦都好有期望。一啲開創性嘅項目咧，之前未人見過，亦都唔知道成效係點。咁有時好需要外來嘅資源，除咗錢之外咧，其實仲有一啲經驗咧，就係點樣去推廣嗰個活動，帶領啲學生，如果有好嘅成績，仲可以出到去外面咧進行呢啲國際性嘅比賽，令到個活動繼續可以持久咁進行。咁其實呢啲項目咧，令到細路仔咧對自己個要求會提高嚇，因為佢唔係純粹喺學校表現好啊，或者唔係純粹地區表現好，而係代表香港去出去比賽。非學業嘅成績咧，其實都有助佢哋咧第時嘅升學。透過呢個活動咧，係希望佢哋將 STEM 學所嘅知識，科學啊、數學啊、電機工程、電腦啊，都用喺我呢個項目度。咁喺揀人方面咧，第一樣嘢就會睇佢興趣先啦。咁因為如果佢哋冇興趣嘅話，咁佢哋都唔會好投入喺呢個活動入面啦。第二就係講緊佢哋個紀律。咁因為呢一項運動咧，好需要聽從教練嘅指令啦，同埋恆常嘅練習，所以呢兩方面都係我選人嘅原則。呢個活動我點接觸呢？其實咧係起源於咧邱 Sir。邱 Sir 咧有一日咧過嚟問我有冇興趣玩下遙控船足球呢個活動啊？嗰陣時我係對呢個活動一知半解，之後我就慢慢俾佢份激情感染咗。咁咧呢個水上足球嘅玩法咧，就係將個足球咧用個球網推去對面個龍門咧，咁就算得分啦。成個賽事咧分上下半場嘅，咁每個半場5分鐘啦，成個賽事夾埋就10分鐘。咁喺限定時間內拎到最多分嗰隊咧，就算勝出嘅。我覺得我能夠勝任這個活動呢，首先是因為我對機器人同編程有很大的興趣。不過呢，在集訓中我也發現了自己的問題，那就是平常太過於激進了，反而導致了出現了不好的事情。咁上排咧就返內地集訓啦，就啱啱好唔小心撞到打風，啲水咧係好急流啦。因為這個情況下，我的船蓋子就嵌入湖底了，打撈了很久都沒有看到蓋子的一絲身影。有一次去外出訓練的時候，當時遇到風比較大嘛，然後呢很難操控，與別的船撞在一起，沒有辦法用遙控給它拖開嘛，只能跑很遠距離才能把它救回來。所以我覺得我在此之後也要穩紮穩打，才能獲取更高的成果。作為學生，我們一定是有困難的。在第3次考試前的那個月，恰好是水上足球項目的全運會測試，所以我們就很緊迫的要一邊面對着測試的壓力，也要面對着測驗的壓力，該不該繼續訓練下去的困難。可是我們的老師、學生，甚至校長、副校長都十分的支持我們進行這種運動項目，還親自開車送我們到訓練場地，只是純粹的想讓我們有更好的發展空間。
部分嘅同學咧都有好大嘅轉變嘅，例如話佢本身一開始對於操控嘅船隻嘅信心咧就好弱嘅，但係經過不斷嘅訓練之下咧，佢嘅信心咧大大提高咗，咁亦都開始咧慢慢喺佢哋社交方面咧都有所提升嘅。咁原本係一個被動嘅一位學生，而變成一個主動嘅學生。咁雖然今次打風令到我哋好多扶輪社友同埋支持班同學仔嘅朋友都冇辦法上去親自支持佢哋，但係咧呢班同學仔今次都會得到咗一個好好嘅學習經驗。咁我希望佢哋日後唔好放棄，會繼續努力。其實大家能夠代表香港入到全運會完成呢個比賽，已經係一個好好嘅成就。當中你哋付出嘅汗水、淚水同埋時間，喺呢個表現裏面，你已經能夠反映到出嚟。我希望今次呢個經驗，大家可以利用喺之後，你每對一個人生嘅挑戰嘅時候用翻出嚟。咁我相信每個挑戰都係能夠克服。咁我哋今年嘅主題就係團結一心，共創美好。其實呢個遙控帆船比賽正正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其實裏邊咧會有同學啦，有老師，有校長，有教練，有我哋扶輪社友啦，同有各界聯繫嘅人一齊努力去做好呢件事嘅。每一個人都好似一個小螺絲，係不可或缺嘅。多謝港城西北扶輪社嘅社長 Fred Wong 嘅大力支持，令到我哋今次呢個項目能夠順利進行。我想多謝學生付出嘅努力。我最想謝謝是自己，因為不管有多熱多冷，都一直堅持訓練。多謝教練俾我哋運動員嘅悉心照顧。呢個訓練非常艱辛，感謝學生勇敢面對。多謝黃子達博士佢一直以嚟嘅支持。好多謝 Tony 俾我哋學生一個可以代表香港嘅機會，令到佢哋可以喺一個好大嘅平台發揮自己嘅所長。團結一心，共創美好。